你能跟我聊一下你跟在俊还有妙妙的关系吗？我和妙妙还有在俊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复杂，没办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，所以之前没有跟副总说实话。我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，我也是一个女人。你把你的苦衷说出来，我一定可以理解的，我甚至可以帮你。那天无意间听到你跟在俊的聊天，了解到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还跟你分享过对他的心思。我觉得自己被骗了。副总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和在俊真的是大学同学，在俊重情重义。我在美国的期间，妙妙也是他给带大的。现在我和女儿团圆，他搬来上海住进我家，也是为了让妙妙适应这里的生活。事实就是这么简单。一个男人为大学的女同学抚养女儿，然后再搬进他家里，这任谁听上去都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是单纯的朋友关系。在俊对我真的只是朋友关系。那你对他呢？我也是。他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没有一点感动，对他没有动感情吗？看来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嘛。真的只是同学和室友关系。我隐瞒这一些，就是知道我说了这些话，大家也不会相信的。就像此时此刻，副总也不相信我说的话一样。可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跟在俊真的没有感情的关系？没有。谢谢你，小萌。谢谢你，愿意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。在俊，他为了妙妙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和感情。他是一个好男人，他值得拥有一个好女人。龙泰集团正在筹备度假村的破土典礼，我们这边也要派出人手支援，不然你来负责啊，把到苏州的食宿和交通搞定。可是例会的人力分配，苏州不是由小萌负责的吗？怎么，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不高兴做啊？哦，不是，只是小萌原本还很高兴去参加龙泰的破土典礼。我分配人力，还得看员工脸色。没有，我知道了。做事。干嘛叹气啊？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，像马脸似的？好日子到头喽，我要去出差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孙副总让我去参加龙泰的破土典礼。那个项目不一直是小萌做支援的吗？女人心啊，孙副总又改变主意了呗。啊？还有小萌，你可千万别以为是我抢你工作啊！我真的超不想去苏州的，我在上海好多事儿呢。Brian 他不想去苏州啊，是因为那儿怕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被别人抢了吧？哎，怎么这么乌鸦嘴啊？
这个时候，副总也不想让我跟着去苏州吧？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。哎，奇怪，你知道这个项目本来不是你负责的吗？怎么也不让你去呢？副总把这个项目又给了 Brian， 可能是有他自己的安排吧，我服从命令就是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妙妙呢，就由我来照顾，你放心的去吧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加油。哇，高姐，今天在俊又不回来，你怎么会做这么多菜啊？左先生不回来，可郑先生会来啊。郑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新鲜出炉的全麦面包，明天你和妙妙早餐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高姐做了这么多菜。是啊。妙妙呢？哦，妙妙在房间里。好，我去找她。妙妙，左先生啊，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他今晚不回来，所以让郑先生来陪妙妙跟你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想得这么周到了？嗨，左先生啊，大气呀。哎，宁小姐，你怎么舍得让两个这么好的男人都只是好朋友呢？高姐，你该下班了。哦，好好，那你们慢吃啊，我先下班了。站下来。谢谢。那封信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干嘛？你还在想这个事情啊？当然了，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一点点的疙瘩。不会的，我们都这么多年了嘛，而且我一个大男人，疙瘩什么？那就好。也不知道在俊现在在典礼上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你担心他？现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。你看吧，我都说了，我一定可以找到我们大学时情的友情。这次我 CN 的事情搞砸了，他竟然二话没说，每天陪我加班熬夜的，我还是挺感激他的。挺好的。你们在工作上互帮互助，挺好。以前吧，我们就经常聊聊家务事，可是现在我们连公事都一起聊。挺好挺好。
不过，虽然他挺好是挺好的，但还是特别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大，整天碎碎叨叨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跟他在一起，我就特别担心啊，就是一言不合就杠起来了。现在不会了，他最近特别忙，我也很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斗嘴。其实斗嘴也没什么不好的，现在我想想，偶尔吵一吵架还是挺好玩的。是啊，你们从大学开始就吵就斗嘴，一路斗到现在了。所以还是郑小磊最好，郑小磊永远都不会欺负宁小萌，我们两个永远都是意见相同，对吧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我是在俊，你会跟我斗嘴吗？你干嘛呀？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是在俊。郑小磊永远都会对宁小萌特别好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对吧？我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希望你心目当中的那种三角形的感情永远保持着某种平衡，但是郑小磊，我觉得你看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，郑小磊和宁小萌意见不合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给妙妙讲故事了。主持人在开场之后会首先介绍邱董出场致辞，邱董之后是在俊和孙妮出场，接下来是两位要针对龙泰度假村的设计做一个概率性的报告。我们的报告已经出到第6稿，我们这儿才出第5稿。哦，第6稿在你房间的桌上，那我去拿一下。啊，会议不要中断，你接着记录，我去吧。行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好的，我还听说邱董的致谢词好像还要修改，是吧？妙妙，怎么还不睡？我想跟老爸说晚安。跟老爸说晚安。行，那我给老爸打电话。等一下啊。对于第6稿，我们的修改呢，主要是针对于立面与造型的设计。建筑设计的构思是要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出发，深入探寻创建筑特色与城市整体脉络之间的联系。老爸不接电话啊，要不我打给他酒店房间试试？喂，副总啊，小萌啊，那个，在俊他在房间吗？哦，你怎么不打他手机啊？打他房间电话。哦，我打了他手机，然后他没有接，所以……哦，因为今天我们一路过来都在开会呢，他应该是累坏了。
和在俊睡了吗？哦，你要有事的话，我让他睡醒回电话给你。啊，不用了。其实我这儿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晚安。老爸睡了吗？老爸的同事说他今天工作很累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既然老爸都睡了，妹妹也要睡觉了。来，做个好梦哦。晚安。晚安。你说这一次在俊来上海，是住在郑伟家吗？是。那他装什么神秘啊？有一回我要送他回家，他就是不肯让我送，我还以为他跟一女人住一起呢。没有，就是回郑伟。一个男人为大学的女同学抚养女儿，然后再搬进她家里。这任谁听上去都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是单纯的朋友关系。在俊对我真的只是朋友关系。那你对他呢？我也是。你跟在俊真的没有感情的关系？没有。在俊，他为了妙妙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和感情。他是一个好男人，他值得拥有一个好女人。你出去啊？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你陪我去吧。走吧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怪怪的，话也挺少的。显然你比较喜欢话少的女生，我得省点话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话少的女生啊？我话多你不喜欢，那我话少点，你说不定就喜欢了。哎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不喜欢。好吧。我除了话多，在你心中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？你得好好回答。你是一个很爽朗、很热情、很专业，最关键你很执着。我爽朗、热情、执着，那这样的女孩你为什么不喜欢？我没说不喜欢啊。那就是喜欢了。不，你误会我意思了。我此喜欢非彼喜欢，这个喜欢不是男女之间那种喜欢，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就是我喜欢健身，我喜欢游泳，那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喜欢。那对我为什么就不能是男女之间那种喜欢啊？因为我心里有人了呀。是小萌姐。我自己去吧，你回家吧。我还是陪你去吧。别跟着我。那你小心点啊。
现在谁要是敢惹我，他就死定了。你们快来看，快来看！这孙副总跟在俊，好般配。哎呦，真的耶！你看，这俩人现在穿的衣服都一样了。好般配。什么时候的照片啊？会在一起吗？不是，你说这两人天天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能不般配吗？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天天在一起，这是正所谓什么日久生情。对。但不知道你们现在发现没有啊？原来孙副总是这样的。大家开会了啊！现在一见到在俊也是这样的。大家开会了啊！是不是？怎么没有？你们是不善于观察。对啊，真的好，就你八卦。就这不是他们本来就这样子的。是不是？整个人的气场都很合啊。很大很大，真的很大。对的，好般配，好羡慕，好羡慕。你羡慕什么？想什么呢你？这一次破土展示了奥斯顿的实力，相信社会各界都非常期待酒店的落成。哎呀，我以前没发现。你跟左在俊站在一块儿，男才女貌，豺狼虎豹，特别般配。俩人有夫妻相。谢谢哦。不容易啊，孙老师，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有个男人如你法眼了。我怎么闻到这空气当中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呀？孙老师，别假模假我俩相濡以沫10几年，你现在让别的男人拐跑了，我好不习惯呐。习过了啊你。这不拿影帝？但我跟你讲，说句老实话，其实左在俊人不错的，长得又帅，又有幽默感，又有事业心，可以也差不多结婚吧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啊？他要那么好，你跟他过呀？合法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哦，没问题。哎，好了吧，我们走吧。没问题啊。哦，对，我有几通电话要打呢，车麻烦你开一下。好，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学了一个成语，用在你这儿特别合适，叫做失魂落魄。失魂落魄呀。好的好的，麻烦修好之后呢，及时通知我好吗？啊，麻烦尽快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了，车送 4S 店了，你就放心吧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的车又罢工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呢，还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吃顿饭？我们一起回家吃饭吧，高姐应该做好饭了。OK， 没问题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看到龙泰的新闻，在军这小子风生水起啊，非常引人瞩目。是啊，公司的同事都在议论，
说他和副总站在一起特别般配。两个人看着是挺顺眼的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般配的。他们要是真的在一起了，我会替在俊开心的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？你的案子？我的案子现在由唐倩负责，我帮着一起优化。现在啊，公司哪儿需要帮手，我就是那个帮手。我明白了，是说你一张苦瓜脸，哪有苦瓜脸？毕竟是我自己犯错在先嘛，怨不得别人。哎呀，不过副总知道我和在俊住在一起了，好像有点误会。哦，那就很明显了呀，那就是孙妮对在俊有意思，然后呢，他知道你和在俊住在一起，他就吃醋呗，所以对你不太客气。我猜测啊，仅仅是我猜测。希望副总能真的相信我和在俊只是室友关系，不要乱想。换我也肯定乱想。你乱想？知道我们3个人是同学呀，从大学的时候就住在一起，外人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，拜托。那我要不要去跟他解释解释？你看状况吧。我觉得，如果说是你跟他说明了呢，我相信他会跟你说没有啊，我一点都不在意啊，这是你们的私生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他一定会这么告诉你。我敢肯定，我太了解职场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怎么还不睡觉？干嘛等我啊？谁等你啊？我又不干涉你的生活，我只是上个厕所，我本来都已经睡了。就这上厕所，你要教化一点。怎么那么多废话啊？我上完厕所到这里吹吹风不行啊？行，哎，外面风大了，你赶紧进去吧，别着凉。真是的，哎，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庆功宴玩得开心吗？还行，大家对这个项目好像还挺有信心的。你和孙妮联手，还挺让人期待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幸好有孙妮在啊，如果她不在，这边一个懂啊，那边一个肿，我都搞不清楚什么东啊，我肯定得罪不少。那是因为孙妮在这个行业久了，她认识的人也很多。你是不是喝了很多啊？还好啊，如果不是孙妮帮我挡酒，我估计我早就趴下来了。那就说明你挺受欢迎的嘛。是孙妮受欢迎，好不好？我去洗澡了啊，你这就睡觉啊。想什么呢？哎，马原大哥，我闺蜜问我，你说她喜欢的男人心里却爱着别的女人，
他是不是就没戏了？情感专家帮你解答一下，这感情吧，就像这个一个巴掌，一个巴掌是不是拍不响？所以呢，你呢现在呢就让你闺蜜去搞清楚，这个女孩还喜不喜欢这个男的，知道吧？如果喜欢，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相爱走天涯；如果不喜欢呢，你那个闺蜜还有戏，明白了吗？巴掌定律啊！小点声。毛豆啊，周末自己在家无不无聊啊？你可以陪我玩啊。我这么大怎么陪你玩啊？你找妙妙来玩吧。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你？分明就是想跟磊叔叔约会。哼哼，你给我闭嘴！我看毛豆说的挺对的啊。小心我见你老底。吃还堵不住你嘴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儿子自己在家无聊嘛。再说了，妙妙还能教他写作业呢。好好好，我知道啦，我来打电话。姐真好。喂，小萌啊，是这样的，毛豆啊想约妙妙到家里来玩呢。啊，你晚上正好加班啊？那更好啊。对嘛对嘛，不麻烦。好好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再见。搞定哦。真虚假。你是我想约吗？你不想见妙妙啊？被人戳穿了。嘿，小萌，妙妙，毛豆啊，毛豆，妙妙来了啊！来喽！哎，妙妙你来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有新玩具了，快走快走。先把功课完成好啊。好，童言姐，谢谢你，每次都帮我照顾妙妙，还给她准备好吃的。哎呀，哪里的话，我该谢谢你才是。这妙妙一来呀，我们家毛豆啊特别的乖，功课完成的特别的好。哎，小萌姐，那我就晚点来接妙妙。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那去忙吧，忙吧啊。小萌姐，我送你啊。啊，行，好，拜拜啊，再见。小萌姐，你开车了吗？啊，我的车送修了，我今天搭地铁。好，那我陪你走到地铁站吧。行。哎，小萌姐，你赶不赶时间啊？我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甜品店，要不要一起尝尝？好啊，刚好有点时间。好，那走吧，走吧。真的好吃到不行，对吧？郑雷也住这小区，他没带小萌姐上这家吃过吗？没有哎，可能是我对甜点不是很感兴趣。说到郑雷，他就发微信了，我回他一下啊。今天我不知道要加班加到什么时候，在俊也是。妙妙就先麻烦你啦，谢谢啊。小萌姐，我们已经一起逛过街，喝过咖啡，吃过甜点了，应该算好朋友了吧？当然是啊。那小萌姐，我问你一个我一直都很想问的问题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，你觉得郑磊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郑磊，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疼女人的好男人。懂得疼女人的好男人。那小萌姐，你们认识这么久，就没有想过要让他疼上一辈子吗？没有，我和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好哥们儿，现在还是好哥们儿，这种感情是不会变的。
当真？真的没骗我？我干嘛骗你呀？太好了！你说太好了，是不是这样一来你就有希望了？看你紧张的。我设定的闹铃半小时会响，小萌姐答应只跟我喝半个小时咖啡的，我不能耽搁你工作。行，我不追问了，快吃吧，多吃一点。亲人叹什么气呀？妈，有心事啊？没什么。看了那么多年民宿啊，一些客人啊特别喜欢找我聊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除了是叫冲浪之外啊，我还有别的名字，肯定心理医生，对吧？有什么事尽管说啊，给你点意见，看。是这样的，我最近不是在追个女孩吗？本来我们处的都挺好的，然后最近呢，他一哥们儿不知道为什么被他房东给赶出来了，没地方住，然后住他家里去了。你说这事儿，就这样。哎，你别疑神疑鬼，他都说了是他的好哥们啊，那就是好哥们嘛。而且，普通男女朋友住在一起啊，室友没问题。是，他们的确是分房在睡，但是你说这孤男寡女住在一个房间里边，首先传出去是不好听，然后万一日久生情怎么办？你说现在我跟他这身份，我也不好跟他去说了。我跟小萌也住在一起，郑磊心里会不会有芥蒂，却说不出口了？在俊，有空吗？有点事情要跟你说。行，走吧。你不是说有话要说吗？是吧？有一件事情，我考虑了一阵子，觉得还是跟你提一下比较好。我已经知道，小萌就是你女儿的妈妈，也知道你现在住在他们家。其实我跟小萌在大学已经是室友了，我这次来上海，他就给我分了一个房间啊，我跟他就是室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其实。没关系啦，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和室友的关系，只是同样身为女人，我不得不站在小萌的立场上替她考虑一下。你想，如果小萌有了喜欢的人，
或者有人喜欢小萌，你整天在人家身边兜兜转转的，不就成了他幸福人生的绊脚石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如果小萌真的有喜欢的男生了，我还可以给他提意见呢，啊。你说的那么轻松，别人的眼光你是可以不顾及，但有一个人的感受，你不能不在乎。是郑磊。我说你这个车怎么什么问题啊？老坏，你要不换一辆吧？我给你买一辆，你喜欢什么牌子？别呀，我有车，我不需要你给我买。那也算车呀，3天一小休，5天一大休，你有车等于没车。我再没车了，我也可以打车，我也可以坐地铁去公司上班的。我不用你操心。好吧，那这样子，我以后每天呢，我开车送你去地铁站，怎么样？不行，这样不环保。我陪你走路，时间太长，是不是容易迟到？要不这样，我每天骑自行车，我驮着你啊，你待在我后头，甜蜜蜜，我们去这个地铁站，好不好？浪漫吧？你今天的心情怎么这么好？是啊，我替那个在俊和孙妮高兴啊！你看2个人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多好！你天天在这个办公室就把恋爱谈了啊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。你别说啊，在俊这个眼光不错哦，孙妮可是我得力干将的，我还挺舍不得给他的。你没看最近这个孙妮吗？有点傻傻的，恋爱中的女人都有点傻傻的。CN 的办公大楼要求每3层楼有一个空中花园，并且从外观上能够看到。但你们现在的设计从哪点上强化这个需求了？唐倩，核心筒的面积核算的怎么样啊？孙副总，我一再强调说 ，CN 的办公大楼需要一定的出租面积，核心筒的面积那么大，出租面积被压缩了，利润会下滑，这点平衡你怎么掌握的？对不起，小萌，你有尽力帮他吗？有。你们现在的设计啊，突破性不大，做设计的人脑袋不能僵化。副总，我们会马上修正的。你们也知道这个案子之前出过一次错，我不允许他再有半点疏漏，所以时间紧迫，唐倩你懂的。孙副总，你放心吧，就算夜宿奥斯顿，也会把它做出来的。时间紧迫，大家辛苦了，加油吧。哎呦，这孙副总真可怕！你说他明明没有发飙吧，甚至嘴角还有一丝丝的微笑，但他眼神一射过来，哇，这反复万箭穿心呐！今天的箭靶子是我呀，还有小萌啊，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了，别瞎说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我们好不容易把 CN 的方总挽回，孙副总当然不希望我们掉以轻心，要把这件事情盯紧才是啊。按日程表，下周我们就要对副总做最后一轮的简报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当然啦，不好意思啊，两位美女，估计最近我都经常往苏州跑了，我只能在精神上面支持你们，加油！真的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听到本人说你跟唐倩因为 CN 那个项目又被孙妮念了一顿。方向不对，需要调整。我帮你看看吧，给点意见。这个项目还是由唐倩她来负责的，我就是尽力的辅助她，最后还是由她自己来做调整和决定。
你就不要掺和进来了，龙太还不够你忙啊。我怕你压力太大，还要不顾自己的健康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。很好，不然又得听你絮絮叨叨的，我还不如跑个2圈，让你闭嘴。哎，人家好心好意的对你啊，你还嫌人家啰嗦。哎，我还是帮你跟那个孙俪说一声，让他别给你那么大压力啊。别，千万别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讲，你现在住在我家，他已经……是吧？我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，不用你操心。妈，我肚子饿了，想找点吃的。来，我看看，简单啊，好吃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才知道主任他为什么每次都不愿意去苏州出差，那是因为他放心不下他喜欢的女孩。我跟他说啊，让他对他女朋友有信心，就算那个女孩跟他哥们住在一起，也不要疑神疑鬼。可能他担心他们会日久生情吧。那个女孩她也会怕的吧？怕什么？当然是怕不然会乱想了。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有想到你。我？为什么？那你想想啊，你现在就是跟我这个哥们住在一起，如果有别的男孩喜欢你啊，当他知道你跟一个男的同居，他会怎么想啊？我才不管他怎么想呢，我只管我自己怎么想。那你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啊？你想，我们俩就是一好哥们儿啊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倒是你啊，现在我们俩住在一起，要是有哪个女孩喜欢你，她吃醋了，你怎么办？不用怎么办啊？那我女儿住在这里啊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以妙妙老爸的身份住进来的，怎么？你有意见啊？我没有意见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你住进来的，我怎么可能有意见？所以呢，结论就是一男一女，只要是哥们儿住在一起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对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过来，干嘛？过来一下。看你这么大一个人，吃饭吃到满嘴都是，你看。把疑问藏到心底，即便是伤痛不已，假装梦还没醒，你从来未觉醒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
多少夜的孤单，多少无声的呐喊，岁月里轮转，嘘寒问暖，想要填满你的脆弱不安，游荡的不凡，它终于到达了彼岸。历经那些黑暗是非和幸福交换，你要知道，爱情或许来得太晚，却不倔强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很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相爱很晚，不算晚。早安。早。你昨晚熬夜了吧？是啊。我给你做的早餐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听妹妹说，她的家教老师今天带她去外滩，一会儿我送她去吧。不用了，我送他去吧。正好我和郑磊约好一起出去买点东西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我还约了人，你们去吧。哦，那你吃吧。嗯。这家店有很多很特别的 CD， 外面是很难找到的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个蛮有意思的啊。嗯，有一些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这有试听，来听。嗯，你可以试试。你快听听这个，什么感觉？感觉一下，值得来分享一下。这可以吗？这个还不错。这个老音乐队挺经典。你喜欢听哪首歌啊？太喜欢。
那还可以啊。哎呦，这个碟还会听音乐真的很个日夜。别打扰人家走啦。喜欢哪种？摇滚呢，还是？回来了。买什么回来？买了一些 CD。我和郑磊也去给妹妹买了一些书。只是同样身为女人，我不得不站在小萌的立场上替她考虑一下。你想，如果小萌有了喜欢的人，或者有人喜欢小萌，你整天在人家身边兜兜转转的，不就成了她幸福人生的绊脚石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如果小萌真的有喜欢的男生了，我还可以给他提意见呢，是吧？你说的那么轻松，别人的眼光你是可以不顾及，但有一个人的感受，你不能不在乎。是。郑磊。小萌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龙太最近的 schedule 会比较紧迫，我可能要闭关工作，所以我想暂时搬回郑磊家，那我就可以专心画图，而且我也不想让妙妙看到我日夜颠倒工作的样子。我知道了。龙太这个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如果你觉得你搬出去更有效率的话，我理解你。妹妹我会照顾得好好的，你放心吧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怎么能改变？无解。我没有机会行。跨越，再拥抱你一遍。对你的眷恋，何时能改变？无解。我猜你早已明白，不可能的爱不会再重来。唉，你老妈每天都碎碎念，说那个童丹有多好，有多可爱。我不敢说话，我怕一说一刺激到她，她跑去找彭班，那又被你添麻烦了。爸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到底你跟那个姑娘说清楚了没有？说清楚了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办事儿，
还是挺干脆的，不会辜负人家。这个不是放不放心，我关心你。你跟这个小萌相处的怎么样了？相处挺好的，但是感情想要升温挺难，挺难呐。不要紧的，只要你们相处的好，一定有机会。明白。儿子啊，好事就要多磨嘛，就像我一样，做美术设计的，不是每个导演都喜欢我的作品的。哎，想当年呢，我们盖一个布景，搭了就拆，拆了又搭才会成功的。感情一样，需要经营，只要你付出，一定会开花结果。儿子，明白。哟，好久不见！啊，对啊，我最近在补习英语呢。哦，那是挺好的，我看你挺有活力的。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不成。哦，不用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啊，郑磊，明天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好啊。喂，你怎么想着逛男装店啊？我最近不是在补习英语嘛，那老师对我们特别好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想给老师买件礼物。哦，老师多大年纪？40多岁，中规中矩的。40多岁，中规中矩，那就沉稳的风格咯。沉稳当中呢，有一些洋气的点缀，应该没错。这家怎么样？成熟稳重啊！你帮我挑一挑啊。好啊。哎，这颜色蛮适合你，好看。这2、3，哎，你帮我去试一下吧。啊，我是啊。对啊。老师的身材跟我这身材能比吗？不能比啊，但是你这不是模特身材吗？试一下，看见效果。来，帮忙，该，帮忙啦！拜托，帮到底。送活送到西吗？画好了，看看吧。不错啊，还挺好看的。哎，我就人肉模特，应该还挺适合你老师的。挺好。挺好。你再帮我试试这件。还是啊。然后帮忙嘛，最后一件，这件还挺适合。好吧。谢了。好了，第2件，来看看吧。哇，你身上那件太帅了，就像这量身定做的一样。喂，你是给老师挑衣服，你要看一下老师合不合适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就看一看。哎，你转个圈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OK。行了，东西呢都买到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吧？郑磊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可不可以老实回答我？你说。你喜欢小萌姐，那如果小萌姐不喜欢你，你怎么办？那跟我的喜欢没关系啊。我也一样。那就维持朋友的喜欢就好了。
唐倩，你怎么突然感冒了？看上去还挺严重的，肯定是这几天给累的。我也不知道，现在还是有点头疼呢。倩，一会儿就要简报了，你 OK 吗？啊，一定要 OK 啊！幸好咳得不是很严重，嗓子还 OK。哦，小毛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，把这个 U 盘送到会议室做一些准备工作？没问题。走，谢谢啊，我去了。副总，那么由我来介绍一下 CN 办公大楼的 Concept Review。根据上次的会议，我们重新做了调整，做出2款概念设计方案供业主选择。那么我来做一下演示。小毛，刚才试的时候还好，你再试一下。好。开始吧。可能是 U 盘出现了点问题，稍等一下。副总，我来看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啊？插进了吗？这 U 盘插进去了。这，我刚刚试的时候还有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唐倩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 U 盘出了问题。好像是。如果以后你们设计出了任何一款建筑设计，让人喜欢，甚至让人叹为观止，那我恭喜你们。但如果其中的一个排水孔位没有设计妥当，都叫做失败。伟大的建筑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它每一个细节都是伟大的，都是成功的。像你们这样东一个细节不注意，西一个细节不注意，你觉得这东西能好吗？大家今天很幸运啊，方总不在。如果今天方总在这里，你拿这个空 U 盘给他，奥斯顿是不是彻底出局了？是彻彻底底的出局了。这个责任谁来担？你吗？孙副总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们知道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对不起3个字。既然要说对不起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要让自己陷入对不起的僵局里？我不是要撇清责任，这个报告我已经准备非常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U 盘里面就没有资料了。我知道吗？副总，我刚刚检查 U 盘的时候还是正常的，我不知道现在出了什么差错，肯定这个中间……我不想知道这是谁的错，有用吗？结局摆在这里，我要的是结果，客户要的更是结果，而不是你们在这里手忙脚乱的补救。想想吧，各位。那个唐倩，宁小刚，你敢说我接手 CN 的项目，你一丝一毫的嫉妒都没有吗？我绝对没有。我刚刚检查的时候，它还是正常的。唐倩，好啊，那这个档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唐倩，怎么办？
好了，别闷了。那、给您棒棒糖。这次怎么是黑色？唉，因为你啊，真的黑掉了。以前我不太相信磁场，不过这次我觉得啊，你和 CN 案子的磁场非常的不吻合。U 盘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对不起。小事。可是这也算是个教训。人生世事难预料，有时候重要的东西呢，多准备几个备份，好吧？嗯。好了，我看你心情也不好，先回去吧，别工作了。嗯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慢慢回家。这是在卷送的。
哇，你这是一夜没睡呢，还是一早就起来了？喂，左在俊同学，我的冰箱被你吃空了。干嘛？什么态度啊你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当初是你让我去参加那个龙泰的项目的啊，现在我那么忙啊，忙得天昏地暗的，你是不是应该照顾一下我的生活呀？啊，让你有一些参与感。我已经把你照顾得够好了，但是你把我吃空了，是不是应该补一补啊？补货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啊，那个时候小萌忙西安的那个项目的时候，你每天给人家送饭，那我呢？你是不是应该每天啊给我送饭啊？不能这么偏心的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吃醋了？对吧？是不是吃醋了？是啊。老实交代。干嘛？我也是人啊，他也是人啊，对吧？啊，你是男人啊，她是女人啊，我要照顾女人啊，我没有义务照顾你，知道吗？哎，这3个最后的橘子给我了啊，我不管，最多给你留1个。喂 ，Brian， 行啊，还可以啊，你怎么样啊？小萌怎么了？啊？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小萌怎么了？小萌在西安的那个简报会议上，好像把 U 盘给搞砸了，被推出了西安的整个项目。啊？他怎么老栽在西安的项目上？喂，你一会收工的时候去看看小萌吧，好吧？别我呀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啊。哎，我不行啊！你看我都没睡觉，我总要有时间去看啊！你去看吧啊！敷衍你就敷衍吧啊！我去。去吧。我回房间换衣服，就出去了。Make someone happy. Make just one someone happy. 正来，点点时间。先来吧。吃点甜点，保持好的心情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？我自有消息来源啊。好吧，你的消息来源在你家住的好不好？住的好的很，我家里吃的喝的全都被他扫光了，我家冰箱都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说明他压力大。他这个人压力一大，他就会拼命的找吃的，拼命的吃，尤其是画图的时候。好了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听说你的公司有些不顺心的事情啊。经过上次 CN 的案子，这次的事情相比之下是小事儿，就别操心了。确定啊？那你看啊，
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呢，肯定有很多压力，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要做到一点，在外面再不顺心，回到家里来，关上门，那些烦恼一定要抛之脑后，心情一定要开心。再吃2口甜点，快，保持心情开心哦。我知道了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，你最贴心了。你哪像那个在俊，搬出我家，完全都不管我的死活。他还是很关心你的，但是他非常的忙，他是属于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知道啊，龙泰度假酒店各界都在看，我看最近我们公司的同事负责这个案子的都特别紧张。所以你跟他说，让他好好加油。我一定负责传达到。心情好点了吧？好吃，还有一个等着你呢啊，都得吃光。我就充了5分钟，可以通话2个小时，这神器呀，这是！等会儿还不耽误出勤任务，太棒，棒棒的！哎，怎么了？闺蜜，暂时没戏了。那男的说，就只能当朋友。朋友也没问题，当卧底。什么卧底啊？这个就像我们执行任务，有些很难拿下的罪犯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安插这个卧底在这个罪犯身边，知道吧？这个罪犯呢就认为这个卧底呢跟他是一伙的，所以呢他就会放松警惕，就像朋友，就像感情中的卧底一样，明白了吧？这一方面呢，他呢可以仔细观察情况，排除异己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，一旦有机会的时候，就手到擒来，明白了吧？就像看过《失恋三天》那个电影吗？看过。王小贱王小贱怎么把那个黄小仙拿下的？不就先当他朋友吗？是不是？对，记不记得？说的太对了，妥妥的。说吧，有什么心事啊？小萌姐，你说这男女之间的感情会变吗？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，男女之间呢，如果先当了朋友，处着处着，会不会就变成了爱人啊？这个因人而异吧。有些人处得再久，他还是只能做朋友，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处着处着，慢慢的就可以从友谊演变成爱情。所以说，这男女之间处久了，还是有可能升格成为爱人的了。可是啊，我那个朋友可真坚持，一口咬定啊，我只能当朋友。郑磊是个好男人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是啊，我就是觉得他是好男人，才舍不得放手的。我这么容易露个馅儿，让小萌姐给看出来了。你这还不够明显啊！爱情这个东西啊，你越想藏着掖着，把它埋进土里，不想让人看见，但它终归还是会破土发芽的。好，那我呢就先做灌溉工作，好好当个卧底，没准有一天啊就能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呢。卧底，反正啊，谢谢小萌姐，
跟你聊完啊，我信心大增。那就多吃点，多吃点，然后有力气做一个卧底。小萌姐，你也多吃点吧，瞧你瘦的。喂，洪警官，在俊，怎么是你啊？刚是你敲门啊？对啊，郑磊呢？不知道啊，不过他最近老去小萌家里。为什么？邻居的行踪不用跟你汇报啊。我这不就是关心一下吗？我可以进去说吗？行啊。哎，在俊，你怎么搬回来了呀？我要闭关画图啊。你搬回来了，妙妙那儿就没人照顾了，所以郑磊只好过去了。这果然是警察啊，想事情都没有逻辑。不过你说错了，他不是只好过去，他是非常乐意待在那边的。你故意的吧？你故意在给他们两个创造空间，你想撮合他们两个。说什么啊你？这件事你必须得说清楚。董警官，这件事是我们3个人的事情，好像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吧？但是你们3个人已经影响到我了。小萌姐根本就不喜欢郑磊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董警官，要不你赶紧去维持治安去啊，去抓几个贼去啊，我还要工作呢，行吗？这个嘛，给郑磊的。唐倩，我给你买了咖啡。不用，我喝茶。想喝的时候喝吧。哎，用我的吗？当然啦。啊，都有啊。谢谢啊。在俊还没有过来吗？哦，他去工地了。哦。丝巾不错。谢谢。丝巾很好看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怎么感觉好客气？奥斯顿创立3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，小萌暂时从所有的项目退出，全力筹备30周年的摄影纪念展。散会。来。哦，谢谢啊。
这个，来，好，谢谢。这也太惨了吧！之前不是还挺受重视的，怎么这就被发配去整理旧照片了？我只能说这孙副总啊，太狠了。不是有什么狠的呀？啊，这事儿如果换成是你换成是我一样的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公司奖惩分明，一直不是都是这样的吗？我说你说话能不起范儿吗？不是，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个问题。没错。能不能工作了？小萌，你还好吧？U盘，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知道你绝对不是那种会耍心机的人，只是摊上这种倒霉事儿也够可怜的。不会啊，现在筹备摄影展，还可以了解一下这30年以来建筑风格的发展演变，多长些知识，挺好的。你还挺乐观的。那行，你忙着，我先去了。好。你在哪？哇，这么早哎？干嘛？你这要出去？我有些资料落在公司，回去拿一下。小萌妙妙怎么样？妙妙准备期末考试呢，小萌停止所有项目，准备他们公司的摄影展。他准备摄影展？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对啊，那个是童警官送你的礼物啊。喂，他。谢谢你陪我挑老师的礼物，但愿有一天你会穿上这件衣服来见我。童丹。还没走啊？老总，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。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调小萌去弄摄影展？什么摄影展？小萌被调去筹备奥士顿30周年的摄影展。30周年嘛，这是公司的大事儿。孙妮应该是看中小萌的能力，让她担当重任。既然孙妮那么看重小萌，那为什么会让小萌推出所有的设计方案？孙妮肯定有她自己的考量了。再说了，这是公司内部的人员调动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是我不是奥士顿的员工，但我就想问问陶总，一个不参与设计的建筑师，怎么可以当好一个建筑师？左先生，我要提醒你，孙妮是公司的副总，她是管理者，看问题的角度还有方向跟你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劝你不要质疑她的决定。听说你让小萌退出所有的案子。对呀。怎么没听你跟我讲过？小萌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，又不是什么大的人事变迁，还要惊动您啊？当然，我知道他跟你关系好，但是咱们奥斯顿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以才华论英雄，奖惩分明、升迁透明的吗？
不是，我不是说不同意你的做法，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。你就是不赞同我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孙宁，你看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在奥斯顿，我都是全力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，我从来没有反对过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分寸的。那这一次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罚宁小萌？处罚？陶总，你说我在处罚他？如果真是处罚他，我就不会那么做了。你看，小萌初来乍到，又是海归，公司里很多人等着看他是不是有真本事。虽然他是自己考进来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跟你是旧识，所以来自各方的压力肯定很大，导致他最近在 CN 的事件当中频频出错。所以我如果不那么做，不让他清醒一段时间，他再出错的话，他可能自己都没有脸再待在这里了。说下去。以公司的立场来说，对犯了错的新员工，我分分钟可以让他走人。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，我只是让他换一个环境，重新沉淀自己。薪水可是一分也没有少付啊。小萌是我招进来的，我当然相信他的才华，我也相信他对奥斯顿未来一定会有贡献。现在给他点空间，是为了让他未来发挥得更好。如果你要误会我，那就误会吧。如果活在别人的眼睛里，你就白活了。陶总，你还有事吗？没说先走。听说你搬出来了？这你也知道？我跟小萌啊，经常分享一些工作之外的事儿。是吗？啊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调进所有的案子？为他好。为他好？嗯。在俊，我觉得你是信任我的吧，不然你也不会听了我的话，从小萌那里搬出来，对吧？搬出来是我自己的决定啊，跟其他人无关。不管什么理由，只要你搬出来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吓我一跳！干嘛呀？你去拿车？今天修好了。怎么去啊？走着去啊？你说呢？麻烦把这个赚钱的机会让给我吧，我只要50块，上车吧。50块，40，不麻烦你了。39，行吧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好的。干嘛？最近有个困扰啊，你现在比较少加班了，我呢特别替你高兴，但又有点难过，好矛盾呢。我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惹得公司的高层又高兴又难过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不是，你看你平时虽然老是加班，但是我一进公司呢就可以看到你，然后我心里就特别踏实，特别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很开心，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有干劲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会担心你的健康，怕你太累了。现在呢，你虽然是不加班了，
那你可以多一点时间休息，这挺好的。但是我晚上到公司加班的时候，我看不到你，啊，那个位子空着，我心里就特别空落落的，有一种很孤单、寂寞、冷的感受。你说这个怎么办？你要不要这么纠结啊？太夸张了。唉，谁叫你是宁小萌呢？行，那我以后就不叫宁小萌了，你别纠结了。能叫什么？你这样，我要不叫你小柠檬怎么样？酸酸的柠檬怎么样？你叫我小苹果吧。对了，这个在俊最近在干什么？我很少看见他。在俊他搬去郑磊家闭关画图了。去郑磊家闭关了？嗯。哦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。哎，高姐，林小姐，你要出门啊？妙妙呢？妙妙她在写作业，你就别吵她了。好的，那我去了。好，你去忙。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啊。小萌姐，红丹，你怎么提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我给在俊送点吃的，还有他喜欢喝的清淡草萌。你呢？拿着锅要干嘛呀？哦，我姐熬了点红枣银耳汤，我想着给郑磊送点儿。啊，你对郑磊还真是有心啊。不过现在他们俩都不在家，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开。哦，那要不先去我家坐坐吧？你提这么多东西怪重的，走吧。好吧。哎，郑先生，哇，一大早又一大把花啊！哎，上次的花还很精神呢，这回又来一把新的，你想把我们这边布置成花园吗？心情开心嘛，哈。小萌呢？啊，宁小姐啊，真不巧，她去超市买东西了。妙妙已经在念书了，宁小姐叫我们不要吵她。哦，那我看看妙妙做作业啊。哦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好喝。童家食谱，我姐厉害吧？童妍姐真的是厉害，我还挺敬佩她的。她一个人就可以把家庭、孩子都照顾得这么好。我有时候忙起来就会忙得不可开交的，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啊，有个男人在家差很多呢。我姐夫一年到头都不在家，我姐都把我当男人一样使唤。所以啊，你就不该让在俊搬回来。他得专心画图，而且你也知道我和他的关系。当初他搬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挺不情不愿的。小萌姐，不情不愿那是一开始，你怎么知道他后来还是不情不愿啊？后来相处的好像还可以，但是他也得有他的生活嘛。我希望他能幸福。那我问你啊，在俊搬回来，你开心吗？他要是能实现他的梦想，我当然开心。啊，我就不会像你这么想，什么你幸福我就快乐，他开心我就好啊。我觉得人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。在俊搬回来，我就不开心。你不开心？对啊，郑磊最近老往你家跑吧？因为这个事儿啊，童丹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事儿你就想多了。
我在俊、郑磊，我们3个是特别好的同学、好朋友的关系。不管是他住在这儿还是他住在这儿，我们的友谊都不会改变的。你别想那么多。好吧。那小萌姐，你要不要再喝一点？我给你加点。我这个喝完就好了。那你多喝点啊，很养颜的。对，很好喝。左先生，左先生你来啦！高姐，怎么站在这里啊？不进去坐？快上去吧。郑先生也在。哦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左先生，左先生。陆警官，嗨，这个是小萌姐给你送的吃的。刚刚啊，她来找你，你跟郑磊都不在家。后来她去我家坐了一会儿，有事儿就先走了。谢谢啊。这么多。小萌姐给你送吃的来，你很开心啊？哇，不用钱的，当然开心啊。你那个开心啊，可不是一般的开心。开心有一般跟非一般啊。当然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研究罪犯的时候啊，能从他的一个眼神、一个皱眉就能分析出他是撒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小谎啊，还是一个弥天大谎。得了吧你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刚刚那个开心啊，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有一种温暖的感动从你眼里流露出来。只闪过1/25秒，一般人看不见，但我看见了。你还不信？我受过微表情的特训，真的，比起人们有意识做的表情啊，你这个微表情更能流露出你内心的真实状态。跟你聊天的挺吓人的啊。我还知道你不能说的秘密。我什么秘密啊？我也知道小萌姐的。我有什么秘密啊？反正你们都很聪明，自己猜吧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。
昨天晚上这边风看看。小梁，哎，小梁，小梁，亲爱的小铃铛。把疑问藏到心底，即便是伤痛不已，假装梦还没醒，你从来会我帮你把上面的冰箱都补齐了，谢谢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画的说明吗？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今天是星期六，你选什么片？加倍弥补遗憾。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。妹妹第一次问我功课呢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你好吗？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不客气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这少夜的孤单，多少无声的呐喊，岁月里乱转，嘘寒问暖，想要填满你的脆弱不安。游荡的不凡，它终于到达了彼岸。历经那些黑暗之味和幸福交换，你要知道，爱情或许来得太晚，却不倔强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谢谢你把我冰箱补齐了。不算晚。啊，咖啡。忙着呢。郑磊，好。童丹，这礼物我还真不能收。怎么不能收呢？你百忙之中抽空陪我挑老师的礼物，我本来就该谢谢你。
你退还给我，不是太见外了吗？我收这礼物啊，才见外呢。我们也没帮你什么忙，是吧？其实不止这个忙，上回陪赵奶奶买老屋的事儿，你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呢。这点小礼物啊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反正总之呢，我就觉得这礼我收的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这礼物并不贵重，但珍贵在我心意。我费心挑选，那份期待你会穿上很好看的心情是那么慎重，可你竟然完全不当一回事，还说不合适。没有，我没有把它。还有，我昨天晚上值班，一晚上没睡。可刚接到你的电话，我高兴的都把瞌睡虫给踢跑了，还灌了提神饮料才来的，就是想两眼晶晶亮亮的出现在你面前。可是，你却是要把衣服还给我才接我的。对不起，我是真不知道你还值了夜班，早知道就改天再。就算改天，还不是要把衣服还给我？过分！行了，你就别生气了好吗？你就说吧，那个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开心一点。你说。你知道我最近在补习英语，老师说了，如果常看外国电影，对学习英语是很好的方法。以后我想看电影学英语的时候，你陪我看。